第14章，智慧的负责人建立家己的家庭，愚公的负责人亲手拆毁。做事正直的人敬畏上主，做代志歪邪的人藐视伊。戆人讲话，家己受责罚；智慧的人的话保护家己。无牛耕作就无五谷，牛有力，土产就愈多。诚实的证人袂讲白贼，虚假的证人满嘴胡说。自高自大的人找智慧找袂到，聪明的人真紧得到知识，着离开戆人，因为对伊讲的话找袂到知识。通达的人的智慧，互伊了解着行的路。戆人的误，智教行袂路。戆人看犯罪做滚笑，正直的人分享上帝的恩惠。人的艰苦只有家己的心知，伊的欢喜外人袂当分享。歹人的厝会倒坏，正直人的布边会兴旺。有一条路看起来正骨直，到尾透到死亡。人咧笑的时，心也有忧闷。快乐的结局会变做悲伤。歹人一定受报应，好人一定得报赏。憨直的人逐项拢信，通达的人步步谨慎。智慧的人事事谨慎，远离歹代。憨人骄傲放肆，快受气的人做代志愚戆，诡诈的人互人怨恨。憨直的人承接愚戆做产业，通达的人得到知识做花冠。歹人拍落伫好人的面前，罪人拍落伫义人的门口。善车人连厝边都厌见，好业人朋友真多。看见厝边的人有罪，人面善车的人有福气。假无歹代会行入迷路，假无好事会得到人的真诚怜悯。逐款的拍拼拢有利益，空谈会智教善车。智慧的人的财富是因的花冠，憨人的憨到尾嘛是憨。讲实话作证救人的性命，做伪证是诡诈。敬畏上主有坚固的倚靠，伊的镜子有躲闪的所在。敬畏上主是活命的水泉，互人免陷入死亡的罗网。百姓多，国王有荣光；人民少，人君就衰败。袂快受气是大聪明，无耐心的显出愚戆。心平静，互身体健康；嫉妒，互骨头柔软。压迫善车人是亵渎伊的创造主，好款待无钱人是尊敬主。歹人会因为所做歹灭亡，义人到死也有倚靠。智慧爱踮伫聪明人的心内，憨人的心内找无智慧。公义互国家强盛，罪恶互人民受凌辱。王意爱用智慧办代志的官员，责罚互伊见效的人心。